已真没听到。好，你们听着，兵部副查小姐即刻就来进香完员。下面是无名开封传旧情，头情不语几下情，旅途寂寞难解闷，厌倦出门心不移。闻听得他拥抱是不顾忌，转阳抱眼放心生。师父醒来，师父醒来！好，小姐，小姐，好，笑什么？笑什么？小相公何让几岁？小生万里，请问相公是少相还是完员？绝不保是张爷为我怎样何天而来？相公正好雅兴，这他有日倒在我四公一代，就以名扬天下，都能我此路水中有尽一番大许，相府又发亡人了。有劳师父之言。相公，今日有事不便，请相公改日光临。这是为何？哦，相公有所不知，今日有查兵部小姐到此进香，夫人吩咐，有人不知个寒人今日。小生不敢为命。请问师父，此庙是差夫讲庙，还是设防探月所藏？是设防探月所盗。即使此，他们能烧香，我怎么由不得是啊？相公不要生气啊！相公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这样吧，请相公先到小生船房稍坐，等小姐回府，相公再出来游玩，你看是何？这万事不得。请。查小姐到。
小姐，
你到京去了，可知道小生我心法一中尽相随，十指花桃源有路为我开，才知道后门一生生死海，一将隔开相思在，为颠旁江南的进去旁，不开小新娘，几次回头去不看还情啊，一难猜，了你深山尽付心才会，了你是本路相归情才会，两心几相忘，输给乱红台，两心几相忘，输给乱风台。还是回家外妹来，这一想他的南清月郎作品美，这便是无事好。有了，阿青啊，阿青哎，哎呀，你不知道到啥个地方去了？唐呀祖国在辛苦，我里当我们前上我是天不破地不破，去破我的儿子阿青不听我。那，哎，身走开，好多好公子来噻。哎，母亲做事个有偏心，随便手办不公平。阿妹当初张上子，个儿子好是爱中的。哎，阿母娘啊，阿母娘，侬个老啊，老夫子在里面当心点啊。
女子把。哦哟，把不了去嘛，不要把噻。这种道理好上过，侬帮我说懂啊？阿母娘，叫你之后何事？阿青啊，为娘替你买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小侍童，他呀品貌端正，文采也好。这是以下个马上能去，能去看看啊。阿母娘，这一年查案。拜见夫人，见过公子。拜见公子。阿母娘，你不要啊？为啥？那侬可以跟人样文走走，吃饭吃不动，啥么不会做，那个不是我，你只不要。那，侬这个蠢材！过来，一想么好，再要搞，吓出事来呱呱叫，侬还接意不来嘞？要是侬要伊个样好啊，做娘个还要欢喜侬嘞。那个我啊，你自己接意不来，我不要。那，侬这个蠢材，为娘做事都不要。侬屋里越好，我越干不要。啊！哎呀，我真是气啊！哎呀，气啊！有啊！阿娘啊！走！查案，从今以后，侬要好好服侍公子。他不读书，侬来告诉我。是阿娘，只要侬好好读书，娘就够啦。阿娘买菜，阿娘买菜，阿娘真好。哦，原来不是叫我吃的，是怕来看牢我的。阿母娘啊，阿母娘，侬宠爱阿妹已经够我好受了，如今又来了一个才貌上前的书童。今朝被一个什么会11个外风，今后啊好服服帖帖。查案，报过来，报过去。站着，我来问侬，侬不是大公子的规矩，还懂吗？请公子宣讲。早上起来呢，第四顿堂插子扫地，外上呢，铺床叠被，一公子我累了呢，桥背睡了。那么公子我做文章呢，我们顿言家不到嘞。啊，顶在头上，跪在地下，听公子睡觉。我叫侬才懂侬不正往西，我叫侬当官侬不正混军。哎，如今公子我要去远玩一番，老夫人再来问起，就是我不会问起了。如果泄露官邸消息，回来打到你的头。小姐呀，小姐。
烧得好金子啊！陪我上去看来。
楼内陈设多珍奇，墙上字画名称题，并不仙和张凤吉，玉璧楼道有书传奇。四二朝年岁是余，是检查新儿的官。修道鸳鸯行万种，听真不女一东风。呀！好修炼的笔法，做子不想乱子随不必。这辅佐小弟，小弟，小弟呀，小弟，你既来之么？就给这案子，何故私密文凭随走之？是君交别设置，我怎会不招来之哦？修道鸳鸯行万种，听真不女一东风。小姐来天下做事头，不顾那门楣世家，并非是男儿父子情缘不跟为滋味，灵犀一点情。
将燕州遣归哟，请来一声红墙。找得到外观机啊！哎呀，我本来就想看到个视觉比你更加哟。兵锋而免于草，我上去做他公王亮梦梦梦梦梦梦梦哦。什么大事？我快也搞定。大公子，老夫人找了你半天，我还是快走吧。那要那么？心相定，陈君说我要找少侠办天作，共同力呀，他的曾相随。
香，放在我，放在怎么啦？彩香啊！
了。看这什么？侬谁是那天他什么？大相公的小书童？他的机子是我，望望他的美言几句，小生永不忘恩。哪个要你报恩嘞？三子，过去。哎呀，过去。是。玉卿小姐。丞相，孙子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这是好了。哪来？不在我手中，在哪个水中？在茶那里。哪个茶哦？谁是大相公新买金府的书童？新买金府的书童？喏，谁是和侬一起赌在？吹。那快去问他哪来？他是要年问小姐。年问。丞相，这书童金贵吗？小姐，你看，这王里只用我主仆而生，还是让他面完，我不是出去，又有谁会知道嘞？查问小姑，小姐教你。年长外见，小姐内上深远有礼。你是我家书童，唯有亏称深远，好生无礼。小生愿下尽用兵。哎，侬到底是来玩算子不，还是来比下井的呀？我是两全其美嘛。你门开无言，丞相他，你叫我孙子赶快出去，谁要听你的什么下井？你这样，哎呀，你这样，哎呀，你这下，他究竟是何等样身，倒要问个明白才好呢。是要问个明白才好呢。你究竟是何等样身？快快从这讲来。小姐呀，我不是家贫美身做事从，也不是流落异乡负家园，我不是讨家把我的奴仆背，我是去谁得中的心结缘？喂，哪有贱女做书童的？你是贱女，跟我丫头是常女在。你既是贱女，因何至此？愿的宋家华林园书香门庭，四台怀湾，姓什名谁？小生名叫齐文新。长月间红炉明，开封把青藤。有才子落大龙不就离人去，我命转阳到是云。你既是书生，为何要变成书童呢？我为啥？我讲啊，讲啊！
下总不是为我猜想来的咯。那曾是中定归顺，归家登天心万楼，他此心为我把生来，俺求小姐所愿成。我心早愿结情结，只乃是手人大大难出身。今日当年幸运亲，叫他晚来下聘。家令万岁，吉林神。红娘欢喜彩香来诞辰，彩香，彩香啊，小姐，侬唤我何事啊？你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什么？原来他是其结缘。从前是结缘，现在是疏通。哎呀，这便是何是好呢？啊，小姐，什么时候是好啊？哎呀，才想呢。小姐，人家只是为侬终身而来嘛，侬再答应他吧。这个美人与我猜想全当，这怎么我做美人不好啊？不，哎呀，猜想，个美人不好，才郎总是好过，一理谁是？长安小哥，小姐答应了。多谢小多谢他姐呀！好了，现在不是疏通小姐了，守着讲吧。丞相孙面万小姐，谁曾与公子？多谢小姐。阿青，随我来。与他当家娘关心，为他当去你不闻，母子情方去问来应。青天大闸门关紧，青天大闸家门关起来做啥？哎呦，侬叫一声嘛就好嘞。外面
夫人也到稻香中来噻，快开门！皮皮擦，皮皮擦，啥东西倒塞了？快开门！来噻！快开门！来噻！哎呀，怎么还不来开门？哦哟，再冒了去，我冒成半冒粉噻噻！拜见老夫人。哎哟，再老了去，我要吃个老八十噻！啊，母亲兄长今晚何事？这位女儿终身大事。小弟终身说。啊，女儿的终身完造得很呐。乖乖吃茶。哎，遇到是女大当家，也了却父母心事。吃茶。这是哪个做的？是我做的。站着，这个规矩的女儿在。好，这是茶瓯一个别睫毛。哎呀，阿母娘哎，你这气啊气死在！这好端端为啥要气死啦？弄到茶瓯一只狗仔在哪里？喏，总是在死亡了。在阿妹房里。啊！弄东山寨，弄东西寨，那阿妹规规矩矩，侬不要吓死我死哦！嘿嘿，为什么吓死我死？阿母娘，侬来看，阿妹觉得咬破人，才像一把大黄金。耶，才想跟那个杀鸡个那东西啊！老夫人，我来了把你死的。哎呦，只有4年2头，哪有把你死的？小姐死你两人，我死你两人，我拼起来么子把你死的。恐怕我要加赔来。把你说是阿母娘，这为啥有水香？才想啦，这床上为啥这个香？啊，两只宝宝当香的。条件上，关起房门，捆顿响。哦，阿母娘。阿母娘，1把、2把、3把，你只要尽力再做。好。我。阿母娘，喏，那个我。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情，还难为伊是头一遭，还要常常还难打嘞。千金小姐不知趣，君家路在长归房，国法家规岂能用？快将茶送公堂。妹叫阿群啊！侬是将茶瓯送官去办，老爷升堂定要闻名鸟音。
这是差我英语这个稿拿出来，那阿妹要臭名远扬，那不在京做国嘛，还要为父扫地。就是侬做阿哥个嘛，搿张脸皮跑出去，还要把侬个同窗好友、师兄师弟，这个要落个查查，送款是万万送得得个，怎么就我当上啊？哎呀，老夫人，这我当什么？真是三姑啊，三姑！耶，三姑啊，三姑！老夫人，侬是70年的大部生哦，跟书啊不缺的王八年子。三姑，遇到是举人一名，身上7级额度。阿亲啊，侬看这个小伙子，粗家的头发，细不家的嫩肉，当时是不说得个。干嘛阿母娘？搿以侬个主意呢？那姨娘的主意嘛，放产后回去，那阿妹保全了名节，那阿爸做官照样威风。侬做阿哥哥嘛，也不用再淘气。那凡是落去嘛，我差不没家别事体，搿么好噻？不好，哪有家别当个事体？当上，哎，放上，当上，哎，放上，当上，哎呀，放上，放上，当上，我说啥？娘讲放上就放上，当上，放上，我放上。
山雪楼，亏得我们临近边缠作序，因此我告知群翁唱太守。8月15金銮完成。哎呀，老夫人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彩霞，啥事体？老夫人，你哪里知道？清早起来，小姐不见了。啊！侬快去请大相公来。是。哎呀，我进来看看。女儿，女儿！哎呀，阿母娘，阿青啊，好妹子不见了。彩霞，小姐这样为财，怎么会利益到头？侬与我啥？我怎么会知道的？要么是为了夫人许长家个门亲事，小姐不太称心。哎呀儿啊，侬这样狠得下心离开为娘，去到这在。小姐的，你连小姐都受不住，快我打死你！你，哎呀，阿青，大相公常言道，死之节好过，凉之节难过。他半夜三更逃出去，我怎么会知道的？大人出事的，怪我们下人。哎，众家的有。小鸡头，小鸡出外迷路东在，哪有我到大街上去找小人？妹妹叫阿青啊，侬这样大青年小伙个介许多人到街上去，别人问起来，侬那个讲，还是隐藏点好。对，你只要听我，来到外面去。只需用眼睛看，不许用嘴巴喊，要轻这个与我去找。是。狗仔，做什么？相公不是说只需用眼睛看，不许用嘴巴喊，要轻手的找嘛。哎。小姐不是骂你，要这样找啊？哎，到大方的嘛，切，是大方的。哎，对。哎，真是家门不幸，都是侬操心啊！常家拼命过门，可侬这样对付。哎呀，青啊，侬快想办法呀！彩霞，侬与我进去。阿母娘，要么侬早些对厂家去说我妹妹逃走了啊！当兵部府小姐私逃，叫我怎么说得出口？个厂家花轿到门，我阿母娘自家上轿。你小畜生！快想办法哦。阿母娘，以我就很便当，就是阿不点来信，说今年年刚不好去不得，等来年再上啊。也只好如此。阿青啊，哎，别叫哦，阿母娘，我不要叫。出归门。
老先生，小生有礼。罢了，公子，你是否方有人闻饮酒谈诗，团杯赏月，醉卧于此啊？小生乃是引路之人。那因我不日可见，都说荒城草地，怎奈好他的雅兴？只因团官路人错过客店，故而暂说于此。事实上来，你府中不在本地，真是。请问老先生真姓大名？老夫罗草龙。原来是济南的旧妇到了。大人，大人小生愿接此母暖，父母丧亡早亲余，家早为落，离家门，沦落他乡，母子等。这书生一表成才好俊秀，他年轻当了一身恩仇，老夫心下尚不后，倒不是随着命令身边公子既无此投奔，老夫要将公子收在西夏，不知你意下是何啊？此次弟弟在上，随儿一拜。我儿客气。哎，既为我儿就此给你。我外甥名叫席文秀，那你就叫罗文秀吧。罗文秀拜见弟弟。儿啊，快些为吾下官算去吧。啊，是。
从何得中，大家可惜。徐年兄有计必是非为尊分的，家眷言决进度，一去拜恩。小弟我业绩为家，此次你我分而一去。江南渔工，身上家风，小弟得来讨好。也图身上隆恩，而图你年兄之后。你我同你何必客套？儿郎，快来见过你茶面吧。自己爹爹不教，倒叫起年不来了啊！拜见茶年吧。快挂公怕了。年兄，你膝下无儿，怎么今日有这位传话的儿子来了？是命令一子哦。好才貌，不知令郎可曾娶妻？未曾娶妻啊！年兄，小弟家有一女名唤兰英，年方29，堂里许亲。小弟有配与令郎，不知年兄意下是何？那正好高攀了你，不必客气啊！不知我儿用儿相来。年兄请起。弟弟他亲生女儿生不亲，要将来英配来迎。哎呀，
喜上情。弟弟，孩儿真理。此说来，快来见过岳父。是。你的不叫，要叫岳父了。此次岳父大人在上，受小婿大礼穿拜。你是怕了啊！年兄，你我要改口了啊！请假！看我罪名身上，这个为父，也许你也只能前来开封年亲。小婿真理，告辞送亲岳父。送岳父。常远拜父，孙儿来了，我儿出见。啊！春花状元公，求他人在上，孙儿拜见。罢了，孙儿高中可喜可贺啊！儿啦，快来见过你表兄，就是你的表弟呀！啊，表兄，请来见礼。表弟与兄还礼。儿啦，你们同苦之中，又是弟兄出见，今日好好的叙谈呐啊！是。送酒。兄辛苦得中，可喜呀可贺。表弟，你我同苦得中，大家可喜。表兄，请。啊，表兄，你我常伴一位少饮几杯，稍日我虽要告辞了。表弟也有何往？到后门开封去。呀，巧极了！巧什么？允许我也要到河南开封去呀！听姐姐言道，表兄乃是松江人士，去河南做甚啊？我到河南嘛。啊？哎，表弟，你到河南做甚啊？我到河南找亲去。呀，又发的巧极了！巧什么？允许我也要到河南找亲去呀！哦，请问表兄，你找的是哪一家？请问表弟，你岳父是谁呀？
提起我家岳父啊，大大有名。我的岳父也不差我。请问表兄，你家岳父姓什么叫什么？小姐叫什么名字？请问你岳父姓什么叫什么？小姐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家岳父乃兵部尚书查天表，小姐查兰仪。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怎么不得？我家岳父也是兵部尚书查天表，小姐查兰仪呐。这倒奇怪。哦，请问表兄，你是何人为媒，何父为嫔啊？哎，表弟，你是谁人为媒，何不为嫔啊？我乃岳父亲婿。那么你呢？我啊，哦，表兄不慎，我虽要告辞了。表弟，表弟呀。我与那河南才小姐，怎么样？我与他背过道了？没有啊？怎过亲了？哈呀呀呀！此话从我说起呀。那倒是怎样呢？我与他私定终身结连理。因此以来，小喜喜你私定终身，真是老面皮。表弟呀，我已把真情告诉你，何难找亲呀？我去。哎，这招亲之事，岂有娘生的道理？真正岂有此理？与兄色也貌似你，哎哎，实在是兄弟小姐非容易。那你为小姐抵过多少辛，吃过多少苦啊？这个，你不慎，我就要告辞了。你表弟，那你快说。表弟呀，红炉明，可当开封传秋情。
不能他自己当火暖去。玉小姐同到光，走到城去，有才子好似天空。我只有恳求言题来鸟情。见此情，男人心中好得意，常有郎不变楚中生情。他要我上他我去找亲，他真是眼前虽是擦蓝衣。表兄啊，表兄啊，小姐的终身，你答应了。我不依。表弟心肠结当的，爷爷儿女他不依，手长把妆负了去。表弟，小弟的终身，你到底是娘与不娘？不娘，当真不娘？那有假的。好，那你不要拦我，做什么？我到外面寻死去。你不能去，我一定要去。舍不得。你答应了。好，你去死，你去死，你死我好去拜天地。表弟实在不听你，心思迷我也忘记。今日王当走吉利，后头妇女做娇妻。表弟，差小姐待我有情意，是公生死两不离。小姐非我就不嫁，文秀妃她不娶妻，放表弟成人姊妹三小姐。大伯山夫人岳父亲，成人
你才表弟更见下跪，你才跪着可知否？我知道。表弟，你说定了，愚兄这就跪下了。小弟，你是怎样的到此啊？你我乱步两分开，十四夜相诉伤眉，才高楼望尽天涯路，终日里盼君不归，愿以为离愁别恨终有期，盼只盼牛郎织女桥尾。有才子去恨离了天心愁，母亲将我的终身陪。我与你还是山盟情意厚，生死相同永相随。我为你违抗母命立身归，我为你教长能儿讨丑为，我为你餐风宿露，我朝廷。
生计在他进京来，因师赴考，得高中进的父亲。苏王为半乱仗乱了朝规，逃避犯谁知道这便是何是好啊？这便是何是好啊？起来，此次有请举母。嘿，你们二人怎么不多饮几杯呀？哎呀，求父救命啊！哦，我明白了，像是你们弟兄唤女多饮了几杯，这是酒啊了。哎呀，不为喝酒嘛，就少喝几杯嘛。求父，生儿并非酒菜，是有他户领头啊。此话怎讲？求父，你那魏公门的外甥儿媳到京来了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你几时定过亲啊？哦，我明白了。生儿高中，你又无送女正妻，也是圣旨常听，此乃喜事一桩，真说是他户领头啊！哎呀，去负他人啊！听的是岳父送女来联姻，我岂是自奔来进城？真是有错门楣！哎呀，有错门楣呀！哎，既是你，那又何必私奔呢？多只为一波皮兵一波情，岳母比他领太轻，小弟为进城门家长改办离家门。有你这个不孝的子孙，就有那个不义的女人啊！举父，这何事还在后头呢？哦，小妻子回避耳目半乱神，他天不对苏草林，虚心中也他人不偏云呀，受你情意。呀！这位大人也太昏庸了，不分男女，竟手着命令。事过他官情自己，要明察秋毫，是他这般定是个误国之臣。举父，你才慢点嘛，后面还有文章呢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呢？那他人比他把事因，事情是龙虎帮上。有了名，什么得了功名了？哎呀，这还了得哟，这还了得！又不是京中高贵越为民，不知家中情，欲把小弟开明门。他不从母命，私定终身，奇才一也；女薄嫩长，戏弄他人，奇才二也。英明殿试，金甲面具，奇才三也。有此三才，凡事无生呐！举父，生儿与他有情在先，岳母虚情在后，其才可私分。婚姻须由父母做主，岂用私自定情，与理不合。母舅，哎，母舅，
如今嘛，上有可原，哎呀，上有可原呐！弟弟，那大人不分男女，将他随出命令，三女子并非有意戏弄大人，这何才之有？此女胆量过人，才华盖世，谨慎事业，倒也难得可贵。尚有人才，趁在让他成。舅父，你总要澄清我们。哎，你死了半天，你那有无是谁？那他人又是何人？你要与我说得明白，待我国父面肯，我可怜在同朝为臣，化作无事也已可知哦。哎呀，弟弟是谁？呀，呸！你们二人莫非疯了不成？舅父，他就是你的外甥儿媳。弟弟息怒，我父亲查天表，我虽是查兰英。什么？你就是查兰英？啊呀呀呀呀呀！老夫真是莫不明。是男是女都分不清，谁做命运去应死，得中传话好身躯，这女她今将与欺君才，啥要人才与我分。才貌双肩插兰英，胆量过人情一生。糊涂乱配婚，一女去了三家亲。待我上殿面奏句，定爱相助就开恩。唐沙万岁真我本，天赐良缘。舅父，好，你们二人同到河南朝亲，看你们父母叫谁出来与你们成亲啊？弟弟，舅父，这此次这次多谢弟弟，好，多谢舅好，多谢舅好，你呀，
莫非有什么喜事？哎呀，夫人，天大的喜事，天大的喜事啊！正在朝廷心在家，女儿的婚事常牵挂，大比年举子问情话，若夫为妻三定家，三名翠花若文秀，年轻才高，老不差，我先做东当了心愿，我亲口将女婿配呀。哎呀，这不好在，不好在！夫人，你，哎呀，老爷，我在家中有理念不为媒，已将女儿的终身许配本人太叔之子查你问在。啊！哎呀，女儿终身已有为夫作主，你怎能随意许亲？真正岂有此理！耶，女儿是我养，娘不作主，谁作主？真正岂有此理！若家贤内宁亲，你叫老夫怎生得了？哎呀，常家见来宁亲，叫我老太婆死后为我。你这个老不义啊！你这个老糊涂！老七宝，你老匹夫！你阿不爹，阿不爹，我耳聋比来响，回家转去阿母娘。参加好，落家好，是我阿妹在家还可应付一家。现在要么那娘老气在，小婶婶，你妹妹你阿妹不愿配参加，老早逃走在。女儿不在家中，你为何不去寻找？哎呀，寻了好几个月寻不着，难道就怕了不成？耶，那么为啥还不快想想办法呢？报喜了，报喜了！来这啥？来报喜的。人家在发愁，哪会报啥个喜？贵府顾大老爷三面春花落文婿。哦，请，阿不爹阿母娘报喜来啦！你来听听。贵府顾大老爷三面春花落文婿。哎，可是有的。没有的，没有的。哎，有的，罗文秀是我的延续。有的。好，将三面春花落文婿，呱呱挂起来。千万不要挂，不要挂。报喜了，报喜了！那又来报啥个喜啦？儿民放言，操你们！哦，请，阿不爹阿母娘又来报喜来了。你来听听。贵府顾大老爷儿女帮俺唱你们，哎，可是有的。哎，没有的。哎，有的，那是我延续呀。挂起来！报喜了！又来了，让我再去转一转。那又来是啥？特命党员去报。哦，请。那声音呢？哎，那报的是啥个戏啦？报你路上故意告状啊！现在我家小姐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还管什么故意的事情？要啥人啊？请侬吃饭，就我看看，这头疼越来越倒在，阿不爹阿母娘又来报喜来了。你来听听。贵府顾大老爷头名状元齐文秀，哎，可是有的？没有的。奇怪，难道是我许的？妹妹叫，说不定啊，是俺阿妹自家配的。今朝来了三丁脚，看俺阿爸马茶接生，哎，挂起来！亲爱的，不要挂。哎，挂起来，热闹嘛！三丁驾到，嘿，阿不爹阿母娘，三丁就像那要老婆来了。小偷手还不与我滚了下去！哟好喜欢噻！出姐。
有不有他的面上，谁小婿他里传来？你是哪了？前有不有？二位义兄到此何事？我来与小弟成亲的。哦，那倒巧得很，我们都是与小姐来成亲的。请问岳大人有几位领爱亲戚？只有兰英一个女儿。怎么只有一个小姐？岳父，小姐的终身是你在陆府千块所许，我是真的呀。你是真的。岳母请过来，小姐终身有礼，你不为媒，岳母谦虚，我也不假的呀。你也不假。六位，我与小姐行得一合，小姐面血终身，有生相随为凭，我也不是假的。与没有人都分拆不开，什么曾相随，我不知道。岳父，我是真的。你是真的。岳母，我也是真的。你也是真的。哎，你们都是真的，难道我是假的不成吗？可恼！岳父，太不好，我给你三许好。你脱饮是马，你小的休想！哎呀，没人夸赞。阿不爹，阿母娘，请坐好啊。这位老爷，请过来。侬到俺屋里来做啥？与小姐成亲啊，搿啥人许的？岳父免许。好，俺阿不爹许的。跟俺阿妹不在屋里，葛么侬与俺阿不爹爬上去吧啊！小出生58道。这位老爷，请过来。侬到俺屋里来做啥？我来与小姐成亲的。哦，侬也是与俺阿妹来成亲啊？葛么啥人做媒，啥人许婚啊？以你不为媒，岳母亲。好，俺阿母娘许的，葛么侬与俺阿母娘爬上去吧。哎呀，侬不要猜。啊，这位老爷。这位有点面子么上个长女老爷，侬也是来成亲的吗？我来与小姐成亲的。葛么啥人许婚，啥不为真噶？小姐免许，有生相随为凭。这好办，这好办。俺阿妹自家许的，跟俺阿妹不在屋里，葛么侬有藤相随，爬上去吧。岂有此理！小出生你哪里看得？还不与我滚了下去！侬看我不大，我也看侬不大。哎，这不管，来吃三碗，困觉去。陆大人到，出去。争执不下，弟弟，你要与儿做主啊！啊，年兄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是的，你快讲嘛！你快是呀！哎呀，年兄啊，我见琳琅好才貌，许配婚姻结乱交，夫人独自配长家。女儿四子情应好，今日来了三女婿。
你这朝之事，请到我御史府中免须请示。查小姐是若应当尊重父命，陪我落家才是啊！难道母命却可不争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要为了小女情事，伤了你我三家和气呀！弟弟，孩儿倒有一计，既可加得我与儿为你兄娶亲之事，也不送三家和气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且讲来。莫若将兰英小姐请出堂来，由她自选新郎，总选者成亲，落选者也不必懊恼，不知有无有无以下是何？女儿家自选夫妻，怎么体统？不可，不可！嘿，什么体统不体统？谁叫你一女三婿呀？啊，不知二位年兄以下是何啊？小弟愿从年兄告诫，此他小姐宽不让小弟，小弟情愿成全他人，就不正常。为是常人公兄外宽他呢？那常年兄你这罗年兄，此道事情也只好是此了。不过小弟有言在先，如果小姐不能出堂调戏，那小弟亲自还给娘家小弟。哦，你兄想得最到，此次岳父大人。哎，年兄，你先不要叫岳父啊！好好好，此次不负大人，小姐是的在我们三人中选定一人，你可肯许亲？只要你们三家愿意，我还讲什么呀？好，他家一言为定。舅父更给啊，儿啊，小姐不在府中，恐怕你的旨意也就枉费了啊！哎呀，弟弟呀，以孩儿看来，小姐定在府中。岳父他一年三许无法交代，故而恰看小姐不在，实是一句托死也。啊，也许瑟瑟地逃走了啊！恰不是，两位请稍容，带我去把小姐请来。你去，莫非你真的把小姐藏在府中不成呐？哎呀，年兄啊！独自为女儿平日扫家教，违抗无名去昏逃，到此行到无下落，若言着此举也是如此高。你呀你呀！莫讨你女儿扫家教，她才貌双肩思贤嫂，怪则怪你差年表，不给一女把三婿找，怪则怪你差年少。亲生女儿来逼讨，喜的是我儿有法将他走，劝兄嫂莫再羞怒莫烦恼，叫他自己选，叫他自己挑，一定会比你儿老。走得好，到那时凑成群，齐声道，父女相偎才今朝。
小姐真的回来了，快请你家小姐前来。是，阿妹回来的呀，我想是我的，让我去看看哦，去。你来的真好，你父母要与你许婚，如今来了3个女婿，你父母难以分家。今我们大家共团，新郎由你自己挑选，挑出事来有8五与你单配。多谢伯父。阿妹，大担心，小心些，不要挑花子，安静哦。翠，弟弟母亲伯父啊，比肩郎嘞，不中意。娘挑郎嘞，不关心。千金奶奶真情意，几郎你随我来成连理。阿娘，他。老年吧，琳琅怎么不见出来呀？我看小姐与落叶兄面貌一般，岂非50年成，血杀小臣不成？你们大家不要奇怪，听我讲来。罗文秀就是茶兰英，季文秀就是我外甥，平津全兵丞相说金色团聚，他家亲。原来是此。常言者，林有木将小姬许以颜色，小姬因此出走，这就可知小姬情有所钟，负依于贤这样。常言道，君子有成人之美，幸归何成无所欲。这时夫妻恩爱贵在何身？国法也上佛，外父成亲，身上也真我所罪，甚至杀财。言者聪慧过人，世间得失定能洞察吧。多谢你不教诲，是此告辞。何必如此结姻？吃了喜酒，再走吧。吃了喜酒，再走吧啊！小臣遵命，请。
年兄年少，今日你们母女重围，既和嫁了3元多妻，又招来一股新贵女婿，真乃是四美菊和交换。趁此今日良辰，借他们完成了化作怕。听命爷兄，点起龙王化作。我来在理，新郎新娘出堂。罗坤，常来也。哎呀，孙子呀，孙子，我王兄的终身大事，现场你他里鸟成了。是今日他带上流去外算，可把我一片心意诉从官。他能够两心相定，成专说我要找少强办点个共同力呀。他的丞相帅。受惊，就是我猜想听听嘛，啊，去出一身冷汗。
今已经过去了，请小姐定定神，保重保重。哎呀，可你满头是汗，我去拿把绳子来，给你挡霜。不用，我自己有。丞相算不见了。哦，难怪弄得我个人自家不过来不过去。那花园里打起过啊？我记得带去的，怎么还一直塞了在花园里向？哎呀，孙子上有我的落款，丞相你快去找来。好好好，小姐，侬进去保重身体，我等侬去寻，快去。丞相损失了噻，说不定啊，才拿玉表来上。哎呦，啥人走路晃晃的？这在姐姐，这身好面熟。哎，侬来了府里，我哪个没看见过啊？侬叫啥？查哦。哦，侬谁是新买金府的书童？请问姐姐方面？我叫崔相。哦，你就是小姐身边的崔相姐吗？嗯。大姐，你找什么？喏，小姐个丞相损失了噻，叫我到花园里去寻。大姐，那是找不查了哦，找不查了哦。嘿，死了在自家屋里向，真为寻不着。大姐，你不用去找，我接你一把，可好？长安小哥，这孙子是小姐个，侬应当还给我家小姐。我是特地送还。那就交给我吧。我要面还小姐。啊！我的龙好像见过面噶。同在府中来来往往，当然是见过面的。还讲过喊我嘞？现在不是在讲吗？算了吧，侬要面还小姐，又为自杀。一来孙完失孙，那二来嘛，自从金府以来，还未拜见小姐磕头领上，君臣一举两得。好的。流言落叶开花，自动启用杀归房。山要当面挽小姐，且把真话告丞相。大姐呀，得放手是且放手，与人方便恩得不良。侬啊，我老早就看出来了，看出什么？侬才是那天堂。他什么？大相公的小书童。他姐机智是我，望望他姐每言几句，小生永不忘恩。哪个要你报恩嘞？站着，过去。哎呀，过去。是。玉卿小姐。丞相，孙子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这下好了。哪来？不在我手中，在哪个水中？在茶娥那里。哪个茶哦？随着大相公新买金府的书童。新买金府的书童。喏，谁是和侬一起读
小姐。你话，丞相，这苏东金贵吧？小姐，你看，这皇帝只要我主仆而生，还是让他免完，我不是出去，又有谁会知道呢？长安小姑，小姐教你。免上外间。小姐内上，深远有礼。你是我家苏东，唯有堪称圣元，好生无礼。小生愿下井用兵。哎，侬到底是来玩算子不？还是来比下井的呀？我是两全其美嘛。你莫看无言，丞相他，你叫我孙子赶快出去，谁要听你的什么下井？你这样，哎呀，你这样，哎呀，你这下，他究竟是何等样身，都要问个明白才好呢。是要问个明白才好呢。你究竟是何等样身？快快从实讲来。小姐呀，我不是家贫美身做事从，也不是流落异乡负家园，我不是朝家把我的奴仆背，我是去世得中的心结缘。喂，哪有奸女做苏东的？你是奸女，跟我丫头是常元贼。你既是奸女，因何至此？远的宋家，华林园书香门庭，四台拐弯，姓什名谁？小生名叫齐文勋。长月间风露明，开封把青藤，有才子落大龙不就离人去，我命转眼到是缘。你既是书生，为何要变成书童呢？我为啥？我讲啊！讲啊！哎呀，总不是为我丞相来的咯！那是世中定归谁？归家登天心万人。一生生死海，一将打开，相思在，为殿旁家奶奶进去旁。
儿子他亲不听我。那，哎，身走开，好多好公子来噻！哎，母亲做事个有偏心，手底手板不公平。阿妹当初张上子，个儿子好是暗中的。哎，阿母娘啊，阿母娘，侬个老啊，老叔叔在里面当心点啊！阿母娘大人在上，个儿子爸。哦哟，爸不了起嘛，不要爸噻。这种道理好上个，侬帮我说懂啊！阿母娘叫儿子何事？阿亲啊，为娘替你买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小侍童，他呀体貌端正，文采也好。这是以下个马身文钱，侬去看看啊。阿母娘，这一年年查案。拜见夫人，见过公子。拜见公子。阿母娘，儿子不要啊！为啥？那侬可以跟人样文绉绉，吃饭吃不多，啥么不会做，那个不是我，儿子不要。那，侬这个蠢材！过来，一想么好，再要搞，下出事来呱呱叫，侬还接意不来嘞？要是侬要伊个样好啊，做娘个还要欢喜侬嘞。那个我啊，儿子吃伊不来，我不要。那，侬这个蠢材，为娘做事都不要。侬屋里越好，我越干不要。啊！哎呀，我真是气了！哎呦，气了！哎呦啊！阿母娘啊！走！查案，从今以后侬要好好服侍公子。他不读书，侬来告诉我。是。送阿母娘，送阿母娘，送阿母娘。哎，只要侬好好读书，娘就够啦。阿母娘买针，阿母娘买针，阿母娘买针，阿母娘买针。阿母娘真好。哦，原来不是接我侍童，是派来看牢我的。阿母娘啊，阿母娘，侬宠爱阿妹已经够我好受了，如今又来了一个才貌上见的书童，今朝被一个啥马位，11个外孙，今后啊好服服帖帖，查案，报过来，报过去，站着，我来问侬。侬不是大公子的规矩，还懂吗？请公子询讲。早上起来呢，第一顿汤擦子扫地，晚上呢，铺床叠被衣，公子我累了呢，桥背睡了。那么公子我做文章呢，我们顿言家不到来啊，
头上，跪在地下，听公子睡觉。我叫侬才懂侬发正往西，我叫侬当官侬发正还击。哎，如今公子我要去远玩一番，老夫人再来问起，就是我不会问起了。如果泄露半点消息，回来打到你的头。小姐呀，小姐。
伤心，一切门外。烧得好金子啊！陪我上去看来。见他心儿的关，修道鸳鸯行万种，听真不女一东风。哎呀！好秀丽的笔法，只是不像乱子随不比。这辅佐小弟，小弟，嗨，小姐呀，小姐，你既来之么，就给这案子，何故私密文撇，谁周知？是君交臂失之，我怎会不招来之哦？修道鸳鸯行万种，听真不女一东风。小姐你来归西门。
天下做事头，不顾那门楣世家。并非是男儿无知情愿不跟为滋味，应惜一点情难上，今生不见小姐面，这相思啊！要我把人来陪上。我将燕州遣归哟，亲乱一声不强。找得到外观机啊！哎呀，我本来就想看到个死绝比你更加哟！兵锋而免于他，我常常去做他公王两梦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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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大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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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夫人找你有事相商。什么大事？我快一个劲！大公子，老夫人找了你半天，我还是快走吧。不要了嘛！
小姐所愿成。我心早愿结亲近，真乃是三人大大难出身。今日当年幸运亲，叫他晚来下聘。家里万事吉林生，红娘欢喜彩香来诞辰。彩香，彩香啊，小姐，侬唤我何事啊？你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什么？原来他是其结缘，从前是结缘，现在是疏通。哎呀，这便时候是好呢。啊，小姐，什么时候是好啊？哎呀，才想呢。小姐，人家只是为侬终身而来嘛，侬再答应他吧。这个美人与我猜想全当，这怎么我做美人不好啊？不，哎呀，猜想，个美人不好，才郎总是好过，一理谁是？长安小哥，小姐答应了。多谢小哥。多谢大姐呀！好了，现在不是疏通小姐了，守着讲吧。首相孙年万小姐，谁曾与公子？多谢小姐。阿青，随我来。一大当家娘关心，外大当去你不问，母子进房去问来迎。青天大闸门关紧，青天不是，家门关起来做啥？哎呦，侬叫一声嘛就好嘞。外面谁在叫门？老夫人一到稻香宫来着，打开门。屁面做啥？屁，好，啥东西倒塞了？打开门。来这，快开门！来这。哎呀，怎么晚不来开门？拜见母亲。哦哟，再摸了起，我摸成半摸粉噻噻。拜见老夫人。哎哟，再老了起，我要吃个老八十噻。啊，我
桩大事。小弟同孙说啊，女儿的终身完造得很呐。乖乖碎碎做啥？哎，遇到是女大当家，也了却父母心事。做啥？这是哪个做的？是我做的。站着，这个规矩都没有在。好，这是查奥运的笔记嘛？哎呀，阿母娘哎，你这气啊气死在！这好端端为啥要气死啦？弄到查奥运这狗仔在哪里？喏，总是在死亡了。在阿妹房里。啊！侬懂伤灾，侬懂惜灾，那阿妹规规矩矩，侬不要吓死我死哦！嘿嘿，为什么吓死我死？阿母娘，侬来看，阿妹觉得咬破人，才像一把大黄金。耶，才想跟那个那个杀鸡个那东西啊！老夫人，我来了把你死的。哎呦，只有死你两头，哪有把你死的？小姐死你两头，我死你两头，我拼起来么子把你死的。恐怕我要加倍来。把你小子阿娘，我为啥有份香？我猜想啦，这双房为啥这个香？啊，两只毛毛当香的。条件大，关起房门，快蹲下。去。哦，阿娘。阿母娘，一把、两把、三把，你只要尽力再做。好。我。阿母娘，喏，那个我。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情，还难为伊是头一遭，还要双方还难打嘞。千金小姐不知趣，金家路在长贵房，无法家规岂能用？快将茶送公堂。妹叫，阿群啊！侬是将茶瓯送官就办，老爷身堂便要闻名鸟音。这是茶瓯因你这个高拿出来，那阿妹要臭名远扬，那不在京做国嘛，还要为父扫地。就是侬做阿哥个嘛，搿张脸皮薄出去，还要把侬个同窗好友、师兄师弟，这个要落个茶茶，送官是万万送得得个，怎么就我当上啊？哎呀，老夫人哎，可我当什么？真是三姑。耶，三姑。老夫人，侬是7数年的大菩萨哦，跟数啊87的王8年子。三姑，遇到是举人一名，身上7级不度。阿青啊，侬看这个小伙子，粗家个头发，细不家个嫩肉，当时是不晓得个。干嘛阿母娘？搿以侬个主意呢？那以娘个主意嘛，放茶瓯回去，那阿妹保全了名节，那把做官照样威风。
侬做阿哥哥嘛，也不用再淘气。那凡是落去嘛，我差不没噶别事体，咁么好噻？不好，哪有噶别当个事体？当啥？哎，放啥？当啥？哎，放啥？当啥？当啥？当啥？哎呀，放啥？放啥？放啥？当啥？我说啥？娘讲放啥就放啥，当啥？放啥？我放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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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听着，兵部副查小姐即刻就来进香还原。下面是我命开封团旧情，头情不语几下情，旅途寂寞难解闷，厌倦出门心不移。闻听得他用包子做古迹，转阳宝剑放平师傅醒来，师傅醒来！好，小弟。
请问相公是少相还是完员？绝不保是张爷为我怎样何见而来？相公正好雅兴，这他有日倒在我四公一代，就以名扬天下，都能我此路虽中，有尽一番大许。相府有发亡人了，有劳师徒之言。相公，今日有事不便，请相公改日光临。这是为何？哦，相公有所不知，今日有茶饼五小姐到此进香，夫人吩咐，有人不知个寒人今日。小生不够为民。请问师傅，此庙是差府将庙，还是设防探月所造？是设防探月所造。即使此，他们能烧香，我怎么由不得是啊？相公不要生气啊！相公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这样吧，请相公先到小生船房稍坐，等小姐为夫，相公再出来游玩，你看是何？这万事不得。请。茶小姐到。相
小姐，你到京去了，可知道小生我？